假如你近排好順利，你就唔好養呢種魚。如果你呢一輪係覺得真係有好多問題嘅，你係養6條，嗱你養咗你就知道㗎啦。你有一種魚啊叫黑魔鯉嘅，黑魔鯉係唯一一樣嘢喺我哋骨科裏頭專係去擋嘅。咁養嘅時候一定有個數字，得個6字嘅啫，咁啊不能多，得6條，咁啊放喺個南面嘅位，咁佢嚟講好襟養㗎。咁啊但係好奇怪，假若嗰輪你公司或者你個人有好多唔好嘅嘢，嗰啲黑魔鯉係自動會死嘅。佢每死一條咧就幫你擋一個傘。如果你真係有啲嚴重嘅時候，佢可能即刻死晒。不論你餵糧佢，甚至你攞氧氣點都好咧，佢係會自動仙遊嘅。咁啊去晒仙遊咧，你又即刻換翻，永遠保持佢6條。嗱，如果你係養咗落嚟嘅啦，都好順㗎啦嚇，咁你有佢依然喺度啊，因為佢係對你個幫助，有佢喺度養住放生。當你冇事嘅時候，一路都係養得非常之好，一樣生仔，一樣食嘅，你唔使擔心嘅。嗱，呢個我做咗幾10年，我可以講俾你聽，係非常之好用。